是真歹咧看，台北捷运萨画图列车顶面有足得人听的马子鸟的图，一直到10月底进前，拢会当伫咧台北捷运淡水信义线车厢有底看。另外，代替嘛对时行做全新的 Hello Kitty 环岛列车，车内有酒吧、卡拉 OK 室，拢是 Kitty 鸟的图，互囡仔看甲足安踏。 彩绘火车一个入站，囡仔目睭看甲唔甘呢。看顶悬这个 Hello Kitty 这个古锥鸟啊，其他的放假人物，这种古锥的形体是水甲袂讲起。台铁新推出的彩绘环岛列车，不但内外换新装，就连里头的多功能车厢也布满超 Q 卡通图案。卡拉 OK 的车厢、八台车厢、观光列车换这个青笑的造型，民众的接受度是安怎嘞？ 我喜欢车长的 Hello Kitty， 感觉很帅气。我觉得它外观也挺漂亮的，我觉得应该是小朋友坐，肯定是带小朋友比较是合适吧。对。唔那代替台北捷运，还佫杀出这个马子鸟的彩绘列车，一声双鸟来相拼，看啥人较出叫。代替环岛之星 Hello Kitty 彩绘列车，对7月初4开始要来运行3年，要来经过台湾环岛指定的车站。那台北捷运2019年的热天暗暝星空号。 限定的时间是伫7月初1到10月31，拢会当来坐。另外，伫这个捷运淡水信义线，嘛有机会通坐到。不过，代替是用套装的行程，伊的票价差不多是2990块到15500块。那台北捷运这个彩绘列车，伊的票价甲一般的车厢是拢同款。透过每一年的旅游年都在不断的来加强。那人数是一方面其实我们希望创造更多的产值。 跟深度旅游的这些体验，为着要迎接这个暑假的旺季，代替台北捷运同款用这个响目的列车车厢，要来抢攻国内的旅游商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